今年6月，这中国所生产的米鹭呢，市占率已经超过咱台湾米鹭啊。立委就来指出讲，这中国政府呢，因是开真侪钱来补贴着米鹭的制造，佮用真价价数来出口来到台湾。虽然讲即马咱是有针对这中国的米鹭来去临时的缓轻销税，也毋过效果是真有限的。也那财政部是回应讲，即马已经咧规划新的政策，打算来补助本土业者，保护咱的台湾米鹭。 台湾米鹭定摕着国际奖项，慢慢代表咱台湾出国做文化外交。也毋过，即马伫本土市场所受到中国的挑战。今年6月，中国生产的米鹭市占率39%，超过咱台湾米鹭的36%。有立委指出，中国政府开真侪钱补贴米鹭的制造，用真价价数出口来台湾。虽然咱的政府已经对7月开始针对中国米鹭去临时缓轻销税，也毋过7月进口量也是超过去年同期的27%，效果有限。进口的中制啤酒。 应该在今年底之前会死亡交叉。简单指，等到年底反倾销认定后，中国啤酒霸占台湾市场，超越台啤已成事实。这个时候你叫他补多少的税，都于事无补。中国啤酒从这5年来了啊，销往台湾的这边已经超过新台币160亿。 那基本上我们的啤酒是没有办法过去那边的。我想，台啤啊，我们也都已经讲过了，我们这整个的贸易逆差160亿。 另外，立委嘛指出，中国制造的米鹭写英文字，用外国风格包装，让消费者唔知这的米鹭是中国制造的。希望政府要求业者改善。财政部回应，针对包装可能让消费者误会，伫今年已经发布改税令，明年1月开始，若是要无改善，就会罚钱。如果他有违反的话，那依据我们烟酒管理法的规定，哈，它是可以裁处3万以上跟50万以下的这样子的罚款，而且呢，如果他没有在这个限期之内改正的话，这个部分是可以按次处罚的。财政部嘛表示，面对中国米鹭倾销的状况，目前已经有派人去中国调查，嘛已经咧规划新的政策，打算补助本土业者，保护咱台湾的米鹭产业。记者桂宗林、贾桂林台北报道。